好，下面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来，咱三角来读。过几日，耶稣要去加利利，拄着腓力，就甲伊讲：跟我。腓力是伯赛大的人，他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拄着拿但业，就甲伊讲：摩西记伫律法甲遮个先知所记载的，我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耶稣。拿但业甲伊讲：拿撒勒显袂出啥物好物嘛？腓力讲：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问伊，就指讲：你看，真正是以色列什么归国的人。拿但业甲伊讲：就看到捌我。耶稣讲：腓力也袂叫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就看见你啦。拿但业应伊讲：rabbi，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王。耶稣应伊讲：因为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果树骹，你就是。因为是遮较大的，我甲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你看见天规上帝的天才就落伫人子的顶面。今仔是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咱搁一摆搁看到恩宇牧师吼，来到咱的面前，甲咱分享，咱下面时间交恩宇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搁一摆转来咱的教会，会当甲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吼。我伫2018伫咱教会做神学生的时阵实习吼，到今已经八年啊吼，看见大家拢真平安真健康，我嘛足欢喜的吼。8年过去，我游完即摆嘛是伫大专中心内底咧服侍台北区的大学生，嘛真感谢上帝互迄Robert 杨牧师做伙来伫咱的教会吼，因为杨牧师是我台神的学长吼，所以伊来咱教会时阵，我就甲伊讲，我就邀请伊讲，会当来做伙来关心咱板桥区的大学生，我即摆咧带就是迄个。台艺大吼，台湾艺术大学学生的团体吼，所以嘛有邀请杨牧师做伙会当来关心吼，嘛来就是代表教会的关心安尼啦吼，所以真感谢教会一直来关心。我安尼想讲，我一年转来一摆，人拢是过年才转去后头住一摆，我拢是一年透过这大专主日转来咱教会一摆，吼，咱教会就是我后头厝安尼吼，所以真感谢吼。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我对2020开始疫情前、疫情中到即摆疫情后，一直拢服侍遮个大学生啦吼，就是无共款的背景，因为是咱台北教会的青年，嘛有伫这中南部起来读册的青年，嘛有伫学校内底才开始实习主耶稣基督的遮个学生啦吼，所以有足侪无共款的背景的遮个学生。总是到伫今年呢，我想要甲大家搁一摆分享，我即摆所看见的遮个青年的状况，会当邀请做伙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做伙来思考吼。大家拢有听过，拄仔咱段时班叫做壮世代嘛吼。大家知影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 Z 世代无？Z 世代吼。就是咱就是战后婴儿潮开始有无共款的这个世代，就是学者有改那个年代有编不同的名称啦吼。Z 世代的人是啥物呢？就是1997到2012出世的，就是即摆就是14岁到32岁。咱的厝内底，咱的教会内底，敢有这年纪的少年人？有人吼，一定有吼，所以因就是 Z 世代，Z 世代有啥物无共呢 ？Z 世代因头一个的特色就是因拢是数位原住民。数位原住民的意思是讲，伊出世安怎
就即支啊啦，就即支啊，数位原住民啦哈。而且安怎，这毋是手机啊，哪定已经有迄 WiFi 啊，食到饱网络啊啦吼。所以吼，我大学的时候才有，那个时候网络才刚智慧型手机刚出，也没有吃到饱，都要去学校偷连学校的 WiFi 才有办法上网吼。吼，啊，不过即马这14岁会出世的囡仔毋是啦吼，因拢是足自然，这手机啊就是因的日生活的这个太阳、空气、水啊吼，是吼。啊，第二个咧，因为因这个世代出世的囡仔吼。因的物质的生活、物质生活无欠缺，拢无欠缺啊吼，对吧？即马拢少子化哦，所以足侪资源拢投伫这一个囡仔，是讲上侪两个囡仔的身上吼。所以因其实因足重视，毋是重视物质生活吼。阮以前是想讲，我妈妈客人啊，就想讲欠吼，欠吼，因为毋知安怎吼，欠。啊，毋过即马因毋是会欠这个部分，物质的生活部分是足自然的，因较重视因为。家己的个性也无，也是因家己的生活的经验吼。所以大家有听过以前可能是讲啊无钱，所以会去倒位打工留学打工，要出国去倒位打工？澳洲、欧洲。啊，即马毋是呢，即马我听讲遮个青年人出国，毋是去打工，拢是去体验，阮太太的这孙仔吼，孙仔伊就是未毕业进前就是要去日本。去学滑雪1个月，我说学滑雪，你学滑雪，你倒来台湾嘛，无所在教你滑雪，你去开1个月去滑雪要创啥？哦，不过因就是足重视这款的生活的体验啊，生活的体验。第三个，我所讲，因足重视家己的个性。咱感觉即摆因仔吼，伫这团体所在，可能会嘛有足有个性的哦。哦，他很显现自己的个性。以前阮可能想讲，我们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大家安怎做，我就安怎做，对吧？哦，即摆毋是哦，伊有家己的表达，家己的意见，家己的个性。所以其实，毋过呢，伊嘛足焦虑的。哦，焦虑的部分是因为安怎？我拄所讲，伊是数位原住民，手机顶头上济，这资讯上济啊啦。即摆选择足济啊，哦，无亲像以前哦，以前就是阮这年纪就是唯一选择考公务人员。哦，毕业就是唯一选择考公务人员。哦，即摆毋是足侪选择，毋过这嘛是烦恼对无？足侪资源、足侪资讯、足侪选择，嘛是足烦恼的代志吼。为什么呢？因为拢嘛会咱的台湾的社会，也是讲咱的教会，嘛足望遮的青年人，阮投入足侪资源、足侪关心伫你的身躯顶安怎？恁望你安怎？会当愈来愈好啊！会当愈来愈好啊！会当帮咱。阮台湾的社会也是讲咱的教会，所以其实因的内心有足侪的焦虑，就是要安怎愈来愈好。你个完美主义吼，愈来愈悬。吼，即马每一个学生我看拢完美主义，拢超标。吼，这是第一部分吼。所以其实讲我拄仔所讲，咱可能就是咱的咱可能毋茫讲伫这个团体内底，阮就是讲。比如讲来到台北嘛吼，搬厝来到台北遮生活，阮就找一间教会，就伫踮伫内底，就定期参加教会的主日礼拜，安尼就好。安尼可能我们就怎么样，好像就比较有归属感吼。大家兄弟姊妹安尼，大家拢相好安尼吼。毋过即摆Z世代的青年要决定伊要留落来，即个教会也是讲即个群团体的原因是。因真正有法度伫一个团体内底感受到也毋专业无，伊感觉会当伫内底足真诚伫迄内底踮伫内底啊无，伊会当互人看见啊无，互人接纳伊的无好的所在也无。吼，伫这团体关系内底，有人是真正投入伫内底，并且回应无，还是大家拢虚应故事而已。吼，所以历世代青年就是安尼，所以开始足重视家己的界限吼。但即马这对中国传来迄个回忆吼，毋是讲界限，拢讲边界感哦。伫台湾毋是讲边界感，伫台湾是讲界限哦，界限甲安全感，因为惊受伤啊，惊受伤害啊，所以伊即马吼，因的社交圈就愈来愈细。啊，即马因为手机啊关系啊，要交朋友嘛免出去。学校毋出去外口去找社团，安怎毋免？吼，即摆用手机内底就会当完成交朋友娱乐生活，摕到足侪资讯。
甚至会当互被背叛。吼，即马迄个大家用迄 AI 有无？大家有用过 AI 无 ？ChatGPT 有无？有可以问伊问题有无？有吼。即马足侪少年人安怎？因为因惊，伊去问去问别人，伊家己心内底代志，伊足惊安怎？被人骂、被人谴责，说你怎么这样想等等等等，唔敢讲啊！啊，你甲迄 ChatGPT 讲，甲伊讲，我最近这心情无好安怎？哇，他回应得很好，好像心理咨商师，哦啊，他会跟你很多的正向的能量支持你。你跟人讲话，人可能就又来了，或是一个眉头，一个回应，越来越不想要跟人讲话，反而跟 AI 讲话好像还比较可以被支持。毋过安尼敢是好诶？大家咱想看觅，吼。所以大家会当发现讲，足侪青年人毋是挑工无爱来教会啊，是因为生活的节奏，因的建立关系的这个模式已经改变啦。所以咱今仔日看到圣经集内底，拿但业问腓力迄句话，拿撒勒敢会出啥物好物嘛？其实今仔日的青年，台湾青年嘛咧问这个问题：教会敢有啥物好的？基督教信仰敢有啥物好的？想要邀请大家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圣经集，伫约翰福音第1章40到51节的所在。即个耶稣伫这伯赛大呼召腓力，所以迄腓力就心内足激动，就想要去军队主耶稣，所以马上就即个好消息去甲伊的好朋友拿但业讲，已经找到，阮已经找到迄个。就是讲圣经内底记载，迄个弥赛亚救主，就是迄个住伫拿撒勒的耶稣基督。哦，腓力的心情是哇赞啊！我拄着耶稣啊，我拄着主啊，我决定要来军队伊，我望拿但业会当，你嘛会当来实施伊。毋过咱看到拿但业安怎来回应腓力的？伊讲拿撒勒迄款所在，敢会出啥物好物？意思是讲，拿撒勒即个小小的这砖骹、这砖头，会出啥物大任务无？莫甲我骗啦，吼，莫甲我骗啦。我住伫这瑞丰啦，吼，我住伫瑞丰。我若是我咧想讲，我瑞丰迄个即马吼是拢是时段较济的所在，较新北市来讲是较毋是较繁荣的所在。伊迄所在会出总统，莫甲我骗啦。若是要出总统，可能是住伫咱板桥遮无？对吧？有足好的资源，吼，足好的地势的这个所在，吼，可能是安尼，吼。毋过我想要大家来想看觅，拿但业为虾米会讲即款话？吼，第一个部分是拿但业有对这个世界内的眼光，还是讲偏见？吼，世界内的眼光还是讲偏见？拿但业是这伯赛大人吼，耶稣是住伫这拿撒勒，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讲，彼此的这砖头有彼此竞争的心态，吼，就是讲因的资源的竞争，因可能会看家己较好，看人较歹，吼。特别是拿撒勒是这个足细的所在，吼，毋是耶路撒冷城，嘛毋是大家会掠做弥赛亚会出世伫遐的所在。所以拿但业即句话就是反映当时的人的偏见，就是小小的所在，敢会出啥物好？其实兄弟姊妹，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咧影响咱人，用这世界的眼光去偏见去看别人。其实不只是拿但业有这款的偏见，现代的台湾人嘛会认为讲，教会团体是一个足奇怪的团体，是一个人数无济，也是讲对这个新闻来看吼，新闻拢是报好还是报歹？拢报歹咯，拢报教会搁安怎？啥物教会搁发生啥物代志啊？吼，对这个报道来看，看起来这教会足神秘的吼，也是讲伊是足侪奇奇怪怪代志，一个足古早的宗教的团体，毋是趣味的人咧参加的这个组织。哦，特别是长老教会这个名，对无？就是又长又老。哦，阮的中青团，阮大专的嘛是讲中青团契吼。长青团契其实是长老教会青年团契，长青，毋过长青较歹念，就念长青，长青就愈害，哦，这大学生长青团契是啥物？阮阿公阿嬷咧参加的哦，毋是啦吼，所以要邀请就困难的，邀请就困难。所以，若是讲较新兴的即款的潮流，也是讲较新的遮个青年的事工咧做的遮个教会。听起来，咱的长老教会、咱的长青团契听起来足无吸引人，对无？
所以可能咱就讲认为讲啊，青年人对即款的传统的宗教是无兴趣的。但是那大也可能，我即摆会当嘛是讲那大也共款会用即款的世界的感讲较偏见来看即项代志。第二项，那大也有家己的自我心理的保护机制。其实除了偏见以外，我想足侪时阵，咱人常常会用怀疑、谣言来回应别人的邀请，将家己安怎保护起来。即马诈骗足侪，看到这陌生电话、陌生讯息的时阵，当想讲的是啥物？这是诈骗。所以就漏接很多的讯息，正常的讯息，对吧？其实那当然嘛是共款。因为伫这耶稣的时代，伊出世以前，已经有足侪人讲家己就是弥赛亚，也是讲就是某一位的神祗啊，搁一摆先知在世安尼啦吼。因要来带领这犹太人的民族复兴，建立国家。毋过遮的人拢最后拢互遮的宗教领袖啊，甲罗马帝国的这兵丁掠处死。所以遮犹太人的愿望拢一摆搁一摆失败。所以，咱想要来听拿但业即句话的偏见的背后，其实会听出来，伊有缘有信仰，有缘愿望有一位真正救主出世啊，会当出现的即款的心。所以，毋是拿但业，伊是足可悲的人，也是讲伊是充满偏见心态的人。伊是因为足侪出现足侪自称家己是弥赛亚的人。因为伊无想要搁一摆失望，无想要搁一摆期待落空，所以伊才会回讲拿撒勒即块所在会出弥赛亚救主，无可能的啊。那像即句话伫现代社会版本，可能就是讲啊，教会有啥物好啊？教会足无聊的。对这个遮青年人来讲，教会会帮助阮啥物？教会对这个社会有啥物帮助？也是讲基督信仰，我伫内底听过，也是讲经历过，就是讲一个人教示我，叫我顺服做代志，服侍就好。毋过，当我真个对信仰有问题，我的生活、我的性命有问题的时阵，教会的人，也是讲咱的信仰的前辈，厝内底时代，真个敢听有。兄弟姊妹，青年人毋是因为伫这时期，咱想讲因足叛逆的吼，足爱佚佗，啊等伊较大汉就好，也是讲因毋是因为家己的信仰无够坚固、无够熟练，是因为即马青年人、大学生面对的压力，比咱读大学以前读册的时阵加伤济啊。伫即个对这青春期要当大人这阶段，除了课业，搁还有人际关系、感情关系。心内底的焦虑、孤单、忧郁症即款的情形，经济需求、未来方向，各种价值观的冲突，甚至即马社会咧发生的任何个议题，拢是即个时期的青年人、大学生咧面对的。因足期待基督信仰会当提供一条帮助因的即个解决的道路。毋过兄弟姊妹，若是咱的教会接袂调遮个青年人心中的遮问题，也是讲咱的教会剩的，就是要求因做啥物，剩一款的标准的答案，剩咱的这权威，也是讲威权。我想即摆青年人足巧的吼，因袂亲像阮以前吼，就是讲有啥物对教会有啥物意见，就提出来讲。遮青年人足巧，即摆吼袂甲你吵，毋过伊安怎？伊要因会点点的就离开啊，点点就离开啊。离开毋是因为伊无需要上帝，是因为伊伫教会内底，伫这人生的这十字口内底，找袂到互人理解、互人陪伴、互人接住啦吼的路。就亲像那当样共款，一摆搁一摆，愿望会当拄着真真正正弥赛亚救主，毋过嘛是搁一摆搁一摆的失望落空。所以将家己关起来，青年人甲那当样，因的经验是共款的。咱拢知影，其实毋是咱教会无爱青年，是因为伫今仔日新的时代，
咱需要另外一种接调青年人的方式。听青年嘛，需要用新的语言，还是讲新的道路来去实现。咱来倒来看圣经，面对拿但业即款的嘲讽啦吼，腓力无甲伊冤家，嘛无甲伊相争，嘛无讲足侪道理来替主耶稣来去辩护。腓力只讲一句话，讲你来看，那边。兄弟姊妹，腓力即句话对拿但来讲足重要的，因为对一个已经有防卫心、无想要搁失望的人来讲，你讲哪济？愈济，伊嘛无法，可能嘛听袂入去。毋过，若是因为因阁愿意阁一摆靠我上帝信心家己的起工，所以咱看到圣经腓力做的是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是对拿但业的邀请，嘛是对拿但业阁一摆的挑战。挑战伊阁你敢毋敢阁一摆试看觅，阁一摆相信。救主，哦，其实这嘛是大专的工课最重要一句，就是讲，咱毋是将这青年人拢甲伊讲道理、讲圣经讲到因拢捌啊，吼，全部拢 OK， 才来教会，才来受洗礼。咱的大专工作是先来陪因讲，你先来看觅，先来参加聚会看觅，先来读，先开圣经看觅，搁试看觅，来团契看觅。当拿但业接受腓力即款的邀请，还是讲挑战，伊行往耶稣的时阵，却是耶稣先开喙。耶稣讲：“你看，真正的以色列人心无亏欠的，伊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拢无虚假。”那咱嘛行一条，伊问耶稣讲：“你哪会捌我？你对倒位来捌我的？”耶稣回讲：“腓力还未叫你的时阵，你伫迄站无回归树骹的时阵，我就已经看到你啊！到底拿但业伫这个树仔骹咧做啥物呢？吼，有人讲，这犹太人会伫这无回归树骹读圣经，还是讲灵修祈祷？毋过我想，真正的答案只有拿但业甲耶稣两个人才知影。兄弟姊妹，主耶稣一个看见，我已经看见你啊！互拿但业知影到，耶稣不只是普通的这犹太人的老师列比，吼，更加伊有超自然的才目甲能力，而且这能力是甲拿但业伊本身的性命是有关的。所以当拿但业搁咧用偏见咧看耶稣咧想耶稣的时阵，耶稣已经先看见拿但业，看见拿但业的内心内底，伊的性命内底，就是拿但业其实伊犹原搁真实、足真诚咧敲找上帝，伊搁仰望会当找到真理。所以拿但业就马上做出伊的信仰的告白：列比，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兄弟姊妹，咱看到拿但业的即款的信仰的告白，毋是靠辩论，嘛毋是靠教导，是透过甲主耶稣相拄所产生的。就是当一个人伊对内心深深的所在明白，家己已经互主上帝所看见的时阵，伊就开始甲上帝建立关系啊。不过兄弟姊妹，这是圣经故事。咱今仔日无法度亲像拿但业共款，行去找耶稣对无？耶稣一定告我上天，阮即马阁仰望期待主耶稣第二摆的降临。毋过，咱今仔日会当透过啥物方法来拄着上帝呢？拄着耶稣呢？就是读圣经啊，就是读圣经。读圣经，毋是讲读着这个圣经内底足侪资料、足侪在吧了解犹太人，也是讲教会足侪历史那定。我想要来介绍一个方式，就是讲背圣经读啊，不是读圣经，叫做背圣经读。哦，有足侪时阵，敢若是阮咧读圣经，其实常常是圣神咧引带阮。哦，就是讲咧读的时阵，读讲，咱以前可能读圣经想讲这句话就这个好适合给谁哦？哦，这个教训好适合跟谁说哦？跟哪个会友说？跟我老婆说哦？这个他应该要这样子学哦。不是，有
有时阵背圣经图，就是讲你读的时阵，有发现讲啊，这段毋是讲别人啊，是讲我。吼，你读的时阵，可能互你的心内底黑暗，互光照着，就是讲哇，原来我一定足惊什么代志，还是讲我一直咧闪避什么代志，还是讲我即摆一直咧装没事，我足惊足生气。吼，毋过我拢是加做无代志。毋过，互这圣经内底上帝的话语光照着，可能嘛读着的时阵，听着上帝透过这圣经，才对你来讲，会惊，我知影你，我捌你，我知影你即摆的心情，你即摆的状况。所以兄弟姊妹，即摆青年人共款，阮即摆咧带这大学生时阵嘛是安尼，就是一定每一个团课拢有查经班。查经的时间，因为读圣经的时阵，就会当亲像拿蛋叶伫这无火锅树骹，家己读圣经，家己咧读圣经拿定。毋过呢，因互耶稣三拄目的时阵，就产生另外一款的动力，另外一款的动力。所以我看到咱教会的这旧部内底有足侪查经班、查经祈祷会、小组的聚会，所以即马我嘛卖代替。无事吼，邀请大家会当来开这时间，家己读圣经。啊，看无不要紧，就做伙参加咱的查经祈祷会，也是讲小个的这新眼光的读经吼。所以兄弟姊妹，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咱的青年真正的需要，毋是搁较侪活动，也是讲这热烈的活动，是伫上帝的话语内底，互上帝看见，互上帝引带，互上帝建立。所以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最近看的一本册，叫做欲望的门训。这本册内底写，这本内底写吼，我用华语来讲吼，伊讲我们教会的青年是，伊是美国人吼，这苏明斯是美国人。欲望的门训，一切从新的习惯开始。伊提醒我讲。我们的青年事工似乎总是在寻找接下来可以更吸引青年注意的流行新事物，然后我们还去塑造这些青年的信仰。不只是教会啊，我们在家里会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口劝，还是讲来想咱的囡仔后一代要来教会啊。他说关键不再是我们要去追逐更有趣的新的活动，事实上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古老。但是具有形塑力的这些敬拜、礼拜跟这些灵性的操练，就是一份日久弥新的保障。因为这些习俗，让人可以穿透自恋的边界，抵挡娱乐化的欲望。讲较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教是阮会当用服侍去取代娱乐。因为现在的大众娱乐，咱讲咱教会到底要办什么款的活动、什么款的聚会，才会当吸引人来呢？其实咱的娱乐已经受到咱的社会经济地位跟文化的差异阮是这荷兰人，还是客人，还是原住民，什么无共款？我历世代还是壮世代，大家娱乐生活拢无共。其实已经造成无共背景的人之间的隔阂啊。不过透过服侍，会当将咱放伫同一个号调内底，迄就是听数边。所以丁讨厌的讲，要成功塑造年轻人信仰，我们就应当放弃对这个强调个人的内在经验跟感受。我以前有这个青年甲我讲，我无想要去教会，我嘛无想要洗礼我就想要一个人去了解上帝就好。所以我嘛无想要洗礼。我讲为什么无想要洗？洗礼是因为你想要参与这个团体内底，伊讲毋免啊，我无需要其他的人，我家己读圣经，家己甲上帝也有关系就好。不过这款就会变做安尼，就讲过度强调个人的内在经验跟感受，但要怎么知道个人的内在经验跟感受是来自于真理，来自于上帝嘞？无法度，所以一定要透过做伙去团体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内底，并且拥抱我刚刚说的这些，咱的做礼拜就是这种古老的属灵操练，这就阮的礼拜就是这崇拜的习俗，因为这就是一个有形有体可以摸到的，
跟那个说啊，我自己内心很有感动，我自己很有得着。产物伫这中间，服侍就是可触摸的这些方式吼，这是会当互阮会当脱离对自我的漩涡，转而去关注其他人。所以最后上尾来讲，具有形塑力的青年事工，应该是让青年去服侍人，而不是我们去服侍青年人而已。不过这个要安怎将青年人服侍青年，到会让青年人去服侍人，这个有很长的路要走，跟要讨论。所以每一个教会嘛无同款，每一个教会无同款。所以其实对去年呢，对去年咱拢知影讲花莲发生什么大的代志，水灾吼。所以呢，阮的这大学生，因都家己来甲我讲啊，因为个阮家己嘛要去做产子超人，嘛要去花莲去斗相共，所以阮的学生有足侪去了1队、2队、3队，都去那边去当产子超人。我想这就是透过咱的一段所讲的信仰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去塑造这个学生知影讲，毋是坐咧遐参加活动，是读圣经了后要有行动出来。这款已经救灾对人的疼心要去服侍人，就是因的服侍，就是嘛真做伫这台湾内底足好的这款的见证。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要安怎来会当真侪费力呢？要安怎真侪来做咱的青年人事工呢？我想要甲大家来讲，就是讲邀请大家兄弟姊妹真侪费力，就是讲关心咱教会，也是讲厝内底的事势，对因的信仰已经无感觉、冷感的这青年人，是莫甲伊辩，莫甲伊骂，莫甲伊讲道理。合适，回力对因讲，恁来看。第2项就是代祷，请替阮的大专中心的工作者来祈祷，要安怎阮遮的人数，少的人数，少的这专职的同工，要去服侍30几间遮的学生，17个团契，然后呢，即马已经有超过200位遮的学生有稳定参加，无稳定参加，200个学生青年所以足希望兄弟姊妹当继续替阮来祈祷，替阮来祈祷。特别我还有咱的姊妹，搁一摆甲我确认，我是毋是三囡仔？我讲对，搁是三囡仔搁是三囡仔。即摆我太太搁去食头路即摆阮暗时拢去顾别人囝，即摆想顾我囝，所以就希望大家替阮的做伙阮的经费阮的遮同工的心灵来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大专中心一定爱甲地方教会做伙同工，教会支持大专事工，大专中心才有法度去接调遐因为有共款无共款的原因，教会暂时接袂调遐的青年，互大专中心真侪教会的延伸。邀请这些青年，也是讲挑战恁来看，将因搁一摆带到耶稣的面前，互因知影，因其实早就是互上帝所看见，而且是所听的囝儿。希望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做伙真侪咱大专宣教的同工，真侪遮的青年人的祝福，真侪即个世代望的记号我看到咱的教会今年的年度，是毋是嘛是即个主题？真侪望记号对无？所以亲像最后耶稣甲即个那当所讲的，因为咱的同工做伙真侪即个世代望记号，咱要看到的代志比遮的搁较大。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伫阮的生命内底放伫一个回力，因为伊的邀请，伊的关心，伊的热情，互阮接受这个邀请，转来你天父岛内底真侪你的囝儿。即马换做阮看到遮个青年，因亲像那带样共款。有无共款的处境，心内底足侪偏见，足侪受伤，
有时阵阮想要邀请因来教会来接受这个信仰，不过常常用毋着方法，反倒足侪造成搁较侪冲突，搁较侪的代沟。求上帝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知影要安怎有智慧，会当对遮个少年的那代业，搁一摆邀请恁来看，因为上帝一定看见你啊！感谢你，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